如果你係一個虛寒嘅人，手腳成日冰冷，而家有一個快捷又慳錢嘅方法。隻腳凍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好多人都好忽略嘅，因為腳咧就好似一棵樹嘅樹根一樣，係人體嘅根本嚟嘅。咁如果你隻腳凍咧，就證明咧你個根本咧係開始係差。咁所以老人家咧好少係着短褲嘅，因為佢隻腳係虛啊嘛，唔暖啊嘛。咁所以對於身體弱嘅人咧，着長褲，甚至乎如果喺英國嚟講咧。你喺屋企咧，平時着襪保護翻隻腳，唔好俾佢受寒又或者一定要着拖鞋。先煲一壺熱嘅滾水，溫泉嗰啲提示咧係適合浸腳嘅提示嘅即係譬如話你個血壓好波動又或者你好嚴重嘅糖尿病有糖尿腳又或者有一個心臟病嘅問題咁呢啲人都要小心啲咯。預備一個盤，先放少少凍水。另外一個治療嘅重點咧，就係一定要持之以恆咯。因為有啲病人咧就問如果我加生薑或者海鹽又或者用艾草嚟到浸腳效果會唔會好啲？咁你當然會好啲啦，因為呢啲藥物咧都可以幫助驅寒啊嘛。但係你如果係一個禮拜只能做一次，又或者你一個月只能做一次嘅時候咧，咁我就建議咧，你先係從簡單咧嚟到開始用我頭先個方法，大概15分鐘每日咁樣做，大概做2-3個禮拜去觀察個效果，好過你淨係做1-2次。將滾水倒入凍水中，擺定條毛巾，以免整濕笪地。初初你擺對腳落去嘅時候，都會覺得好熱，但係唔需要介意，可以來回好多次，唔需要一下子就將對腳擺落去。你嘅腳底係有好多穴位嘅，咁樣仲可以受到刺激，對你身體更加有幫助。當你可以忍受熱量，就一次過將對腳擺落去浸一陣。浸完15分鐘之後，血氣運行，對腳都會紅咗，你嘅身體都會好啲啊！